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新北市恩恩这个事件。为今年4月发生到今，一连串的争议，是毋是有影响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名声？是毋是会阻碍到侯友宜来连任市长呢？属民进党的台湾新政协会针对新北市民来做一份上新的民调。有32.4%的市民认为送病医一定有去误掉，有32%认为可能有误掉。对侯友宜的信任感，有29.6%的市民对侯友宜的信任感减少了，也是有57.4%无改变。恩恩的事件为通报，经过差不多1点半钟才入院治疗。新北市政府的处理方式，和民众有疑问。依照台湾新政协会今日公布的上新的民调，针对恩恩敢有延误就医，市政府敢有责任？认为有延误的占64%，认为无也是完全无的占15%。那恩恩的案件敢有影响到侯友宜政治的信任度？信任感变较济是4.6%，对侯友宜无信任的有将近30%。民调我都非常的尊重，也期待在民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好好用心的去了解，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为着病毒过身，侯友宜甲市政府相关局处的处理态度，除了讲引起全民要替恩恩讨真相的公论以外，嘛互侯友宜长期体寒的形象曝光，影响到伊相对较平稳的连任的选情。永和跟新店这个传统蓝营票仓的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松解的可能性或许用更直接面对的方式去把他这样的一个延误就医的情形进行究责、进行改进。或许呢，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产生民调下滑的变化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止血的效果。台湾新政协会这份民意的调查委托出席民意调查公司长期在民进党初选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恩恩的事件引起效应继续在探，成为侯友宜的政治危机。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